水墨茶行开业。 各位，今天是我们水墨茶行开业，感谢大家前来捧场。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上好的一品名风和上好的毛尖，欢迎品尝。我们水墨茶行今日开业大吉，凡购买者都有优惠，凡购买任意品种5斤以上者都可以免费送货上门。茶叶数量有限，先到者先得。优惠只限今日，大家不要错过呀！ 西山茶园自产自销，价格绝对公道实在。各位可以货比3家，本店绝对薄利多销。真的比别家便宜吗？那是肯定的。每个月都来买茶，这家呀还真的比别的茶行便宜。5斤就送货上门，给我来5斤上好的毛尖。哎，我要6斤，一个一个来。哎，来喝茶。这水墨茶行的事儿。 大家都听说了吗？街上全在说，早就传开了。既然大家都知道，那我不用说，大家也应该明白，这程锦墨搞的自产自销的这一套，对大家的影响也不小吧？唉，自打他这水墨茶行开业以来，我这茶楼的生意都一落千丈，我的亏损也不小啊。这水墨茶行。 给大家的生意插了这么一脚，我们总不能一天天的看着这么亏损下去。对，如今这程锦墨脱离了程家，我想对付个新人，大家也不是没有办法。既然这样，那我提个议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给这程锦墨长长教训。是该给他点教训了，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 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乘龙快婿。好，对了，我好，有礼了。好。几位，我们已经打烊了，今天我们不营业了。啊！走。不知几位客官是想要来买茶叶吗？有什么好推荐的吗？一品炒青和毛尖，还有一品民风，都是本店卖的最好的。不知道几位客官想要选哪款？那我可不可以选你这样的？兄弟们，才不好意思啊！本店只卖茶叶。 若几位客官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还请离开。哟，你们这儿看都不能看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不是锦时轩张老板家的上门女婿吗？来我水墨茶行有何贵干啊？陈少爷好记性。既然都认出我了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兄弟们，走！住手！别打了！住手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住手！给我狠狠的砸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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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住手！你们都住手吧！别打了！别砸了！敢在我们茶行闹事，反了天了！这事儿啊，多亏了孟老板配合。今天以后，这程锦墨还拿什么来开店？
张老板付出的最多，我们都铭记在心了。哎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！嗨，给新人长点记性，不就是咱们这些长辈应该做的吗？一会儿啊，喝上一杯就回去。好说，好说。爹，你让阿虎干嘛去了？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回家？不是已经回去了吗？你再去找找。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刚刚伙计来报，纪时轩被砸了。什么？老爷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老爷，咱家店也被砸了。一定是程景墨，别让我再看见他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来了。嘿呦，程少爷，您看您这过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那个程少爷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叙旧了。你最好也留下听听。是是是。坐。我爹生前时常告诉我，商场如战场，伤害征伐，互相算计是情理之中。但各凭本事，不能出格，不能越了红线。我程景墨今天算是明白了，你们作为商人，不与我合作，这是情理之中。但我水墨茶行开业第一天，你们就让人去砸店，这叫越了红线。张老板不必推脱，你女婿在我手上呢，什么都告诉我了。程少爷，今天这事儿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，您就别再计较了。我发誓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儿，并且这水墨茶行所有的损失一并由我来偿还。您看，这样合适吗？乔叔，秦墨，今天除去茶园的全部工费，再除去店面的人工费用等，我们今天总共卖出了一品民风30斤，上品毛尖90斤，一品炒青160斤，再加上一些其他的，我们这一天的营业额就已经非常可观了。照这样下去，我们每日的营业额都能远远超过之前了。说来还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想到水墨茶行这个点子，可能我现在还在焦头烂额呢。谢谢你。我只是想到了开头，是你处理了店面被砸的事儿，也是你想到了乔叔会昆曲，所以这些都是你的功劳。好啦，咱俩就别互相夸奖了，这些都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。快继续对账吧。各位啊，我把这一季度的账单给大家公布一下。倒是三叔和东平没有多少损失，大伯的北山茶园也损失了近20%的收成。最惨的就是老四，本来产量就不高，一下子全被山洪给冲走了。这个还要减去运营成本和消耗，按照每家的分红比例，每股是500大洋。北山本季分红1股6厘，寒山分红2股1厘，东山分红1股4厘，南山分红9厘，宜江分红6厘，雪山分红4厘，开安分红不计。啊，别
凭什么我开安茶园不计分红？你的茶货遭了灾，不能分红。往年也不是谁家没有遭过灾，大哥那时候是按照每家年均的产值匀一份出来，待丰收年的时候再还给各家。这些都是老规矩了。从这一季开始，老规矩改了啊！咱们程家家大业大，我自然会把一碗水端平，这样才能不生嫌隙。所以，我把分红的规矩改了，按照产量来分，这样既公平又合理，可以避免好吃懒做，又可以鼓励多产多得啊！三叔这话呀，乍一听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是咱们程家的各自茶园，向来都是由咱们自家亲族亲自掌管，并未交给掌柜经营。三叔立此规矩，未免生分了。老三，哎，你改规矩应该跟大伙儿知会一声啊，跟大家商量商量。是大哥。屁！我看呀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放肆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村长？规矩就是规矩，既然我掌掐，那就是我说了算。散会。哼！这悔不该当初啊，把这经营权交给他了。张扬跋扈。大叔伯，你看这事儿，一年不如一年了。二哥。二嫂，二哥呢？呀，东贵来了。啊，哎呀，你二哥，不巧了，刚好出去听戏了。有什么事儿，你跟我说吧。哎，是这样的，二嫂，我呢，这不今年茶园遭了灾嘛，家里生活有点紧张。不能，我说四弟啊，其他的事儿都好说，唯独这借钱借茶的事儿，你就免开宗口吧啊！你也知道。我们家就靠这点茶钱过活呢，可填不了你那烟袋子。哎，二嫂，你就行行好嘛。那个等四弟这个茶叶收上来就还你，我给你算利息，你看怎么样？东贵啊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家这季份这点茶钱，填补日子都费劲儿啊。我要是借了你，恐怕你都冒了那福寿膏的烟了吧？不是，我还能指望你还呢。不是，二嫂，我真的不会去冒那个什么扶手烟，我就是补贴家里用。哎呀，说不借就不借啊，别白费那口舌。你赶紧走吧。我找二哥去。哎，你可别想找你二哥啊，他做不得数。马六儿，再给人来一锅烟泡子。程爷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可再没有了。啥？你这么大的烟馆，怎么说没有烟泡子就没有烟泡子了？快，去给爷拿一个，快！烟泡子有的是，可是程爷，你有钱吗？没钱，自然就没有烟泡子嘛。混账！你看爷像是没钱的吗？程爷，你还是先把欠我们的钱还了，否则的话，今天你休想再吸一口。快去给爷拿一壶去，拿来。瞧瞧，这是谁呀？哎呦，刘少爷来了。哎，这，他想要多少，给他补多少。
他欠的钱算我账上，明白了吗？放心，刘少爷，保证给你照顾好了。滚！瞅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让你考虑的条件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刘少爷，程四爷，开安茶园还是你的，我们刘家只负责经营，包比在程家的获利多。程三长老那样的为人，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？大家都是商人，在商言商。程四爷，你在程家，别说这福寿高了，恐怕就是连口饭都吃不起吧。嗯？活在这世上，为的不就是个钱字吗？如果你那边的兄弟也有想跟我合作的，我开出的价格一样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任何一个人。嗯。那现在程家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哦，是这样，程景墨的4个叔伯，开安、南山、雪峰、宜江，4个茶园的管理权都在我们的手上。哦，我儿好手段呐！啊，怎么做到的？据孩儿打探，开安茶园的原主是程四爷程东贵，这一次的洪灾几乎冲走了他茶园所有的茶叶，再加上程家的分红，他一点都没分到。你想想，堂堂8大茶园的原主，竟然连大烟都抽不起了，咱们收买他，岂不易如反掌？那其他3家呢？怎么来的？程景墨离开程家之后，程三长老掌权了，他把程家的生意搞得是乌烟瘴气，3大茶园的原主对他颇为不满意，再加上这一次的洪灾，他连管都不管，咱们实属捡了个漏。自古商场如战场啊，都怪程家自己人不团结，那就别怪我老刘家乘胜追击了。儿子，干得不错。谢谢爹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撤！干嘛呢？你们是哪儿系的？死狗也别挡道啊！来人！给你们狗头县长赵新民报个信，就告诉他，我宋老三又回来了。进，撤！常来啊！好嘞，来，慢走。哎，老张同事在这儿吧？
老张头，老张头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有人找你。军爷，小的交过税了，饶命啊，军爷，饶命啊，军爷。叔，我回来了。你，都怪我以前没有善待你，看在咱们俩好歹是一家人的份上，求求你可千万别杀我呀！求求你了。叔，您别怕，我就是过来看看你。你怎么穿上这身了？我从军了，当然要穿军服。哎呀，这世道，当兵跟当土匪没什么区别。哎呀，听说县里来了个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头子，你该不会就是他的兵吧？是，我是马司令的副官。哎呀，别管他马司令、刘司令，乱杀人就不是好人。听说一句话，赶紧脱了这身皮回来吧。如果当初不是马司令提携我，我可能这辈子都在一个小小的扬州码头当苦力呢，亦或是在您这里啊挨打受骂。把东西搬下来。是。还有，明天安排人把我这叔叔的房子好好修整修整。是。叔叔，那我走了。怎么没人呢？今天，啊？这就是新进无线的直系部队。但凡有军阀进场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大肆搜刮。据说新来的这个马司令无恶不作。一会儿你别说话，交给我就好。找了。哟，有活了。哼。等等。车上装的什么？茶叶。哪家的？睡觉了吗？我们是水墨茶行的，刚从西山运茶回来，已经给县府交过税款了，还望小哥放心。哼！把货给我扣下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已经按章交过税了，你凭什么扣我们的茶货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你交的是他赵新明的税，现在是我们马司令当家，要想过路，就得把货给我补上。要不然，你把身后的美人儿给我，我就放你们走，怎么样？你休想动他！哎，季墨，季墨，交不交？交不交？把人给我带走！好，等等，茶叶你拿走，不要伤害我的人。哎，大哥，事儿别闹太大了，万一张副官回来的话，恐怕要找咱们的麻烦。小子，算你识相。哎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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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进来。马永奎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？你怎么带着兵来围攻我县府呢？胆子够大的！我说你们皖系都已经被收编了，怎么还敢这么嚣张啊？收编？哎，马司令，马司令，
咱有话好好说，好不好啊？哎，现在整个扬州地界儿都已经归我们司令掌管了。马司令如今军政一体，今儿来你这儿，就是来接收这无限管辖权的。接收？马司令，你接收上面得有公函呢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收到啊。公函是吧？啊。哎，马司令，别！这就是老子的公函，你还有什么想法？没有。哎，我说，这吴县还真是个好地方。听说，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，还特意跑到吴县来喝了一杯绿茶。看来这吴县的茶，今儿我也得是非尝不可了。哎，司令，我知道这吴县有一家小茶馆，特别的不错，那里边唱小曲的姑娘，那更是一绝呀。曲儿不曲儿的不重要，今儿就把这茶尝了。哎，我这就带您去。哎，司令。嗯。来人，把他抬下去。是。哟，小三儿。哎，刘少爷。哎，直奉联军皖西战败，买份报纸看看呗。小三儿啊，你看爷像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吗？对了嘛。可您就不想为国家做些贡献吗？嗨，那多没劲呢，哪有喝酒听曲儿来的痛快？你说是不是？这报纸上都说了啊，军阀混战，民不为民，国将不国。要是没有了国家，你就喝不到酒，听不到曲儿了。这报纸上还说，唯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华。哎，你看，这报纸上写的，以我5000年文明优秀之民族，应世界之潮流，而建设一政治，最修明，人民最安乐之国家，为民所有，为民所治，为民所想者也，则其成功，必较革命之不破坏事业者为有所有益也。说的跟真事儿似的。行了，爷走了。对了，三儿，爷赏你的，算是买份报吧。刘少爷，总有一天我也要参加革命，拯救中华。革吧，反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哎呦，刘少爷，李老板，哎，娇娇呢？那个，我问你娇娇呢？不要不要！哎，别！哎，站住！动一下老子崩了你！宋老三，这不是刘家二少爷吗？咱俩真有缘啊！嘿，我问你啊，娇娇是不是在里面？这里面有时你最好别打听，娇娇在不在里面，你最好也别问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立刻把娇娇给我放出来，听见了吗？我看在你爹当初放了我的份上，今儿老子饶你命。赶紧滚！司令，外边怎么这么吵？你为什么不帮了他？嗨，司令，这人是我一个旧相识，吴县刘家二少爷。我要杀了你！安静了。你怎么能草菅人命呢你？司令，这大家可是吴县数一数二的大户，家里护持着呢，
这样做不妥吧？哼，巧了不是？本大帅正要去刘家登门拜访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。唉，缘分呐，都是缘分。还不快滚！闺女，娇娇，娇娇，爹没用，爹没用啊！娇娇，咱回家啊！再也不让你卖唱了，娇娇。哎呦，想必这位就是名震天下的马司令吧？哈哈。啊，是吗？那我是不是也得久仰一下刘老爷的大名啊？哎，不敢不敢。我们刘家在吴县呐，以后还要仰仗马司令。好说好说。不过说到这儿，今日在街上呢，还真是与你刘家的公子巧遇了。哦，是个冲动的年轻人啊。哈哈，哎呦，都是刘某啊，教子无方，得罪了司令。哼，那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刘全，哎，刘全，马司令，如果你认我做个朋友，这小小的见面礼，请务必收下。哎呀，刘老爷真是个痛快人，这就让我觉得我跟刘老爷有点这一见如故的感觉了。我和马司令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呀。这些军阀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，实际上都是些恶贯满盈的混蛋。之前雨季存下来的茶，如今都被他们抢光了，咱们的茶站还怎么开得下去？军阀当道，百姓受苦。现在时局越是困难，我们就越应当坚强。我们一起想办法。可是现在我什么都给不了你。你这说的什么胡话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不会离开的。不行，我明天就去找二叔跟他借茶。虽然之前惹他生气，但他好歹是我的亲二叔，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可现在你的腿还不能走动。事到如今，就算拄着双拐，我也要去。那好吧，明天我也去收一些散茶，先对付着。辛苦了。饿了啊！这外边军阀进城都闹得沸沸扬扬了，你倒是清闲，整天就知道逗你这些没用的畜生，有什么用啊？这哟，不怕不怕啊！你这大清早的吃什么香药了？这我说错了。那军阀混战是咱们能拦得住的吗？老爷夫人，景墨少爷已经奔咱们家来了，人已经到风雨桥了。景墨来了？你不许去啊！你不许去！怎么了？听说景墨昨日被兵匪抢了茶，他今天来不是借钱就是求茶的，准没什么好事。景墨的茶被抢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天啊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我告诉你做什么呀？
啊，我让你去仗义疏财啊，没门儿！景墨那是咱们亲侄子，那又怎么样啊？这夫妻大难临头还各自飞呢，更何况他是分家出去的侄儿，一点都不听话。不跟你说，跟你说不上。你不许去，咱们自己家还顾不过来呢，你给我过来！看花开几人，几分流尽涛声。相遇的指针，还要转过几轮。只相处间时分，纵然习惯沉稳，却还是慌乱了心神。那一瞬原本走向一往而深，却指点我们并不是对的人。拥有幸福资本，每个有缘无分，不过是天意在动人。千万朵雨纷纷打在心门，刺透了可能。所想所愿不肯轻易的成全，我们一直有散的魂，风雨同时，相遇是陪衬。而你从未多问，我不曾相知，但此话当真。别动！等等，带走。子庸哥，你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，我刚才差点被枪打死了。没事儿，现在安全了。还好你来了。现在可以放开了吧？子庸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我一回来就听说你偷跑出来打猎了。无限这么大，你还能去哪儿？还是子庸哥最聪明了。该回去了，不然你爹要担心了。那我要跟你一起拿回去。小姐，这样不好，毕竟男女有别。跳！跳！快点，听不见啊！快点！哎，快！司令。
司令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怎么可能派杀手去杀您呢？绝对不是我干的。如果要是我，天打五雷轰。哼，行啊，那咱也别天打五雷轰了。我跟你玩个游戏，如果这人真不是你派的，我把你放了；如果这人让我查明了就是你派的，我听说你有个女儿，用她来做保怎么样？证据确凿，这杀手明明就是县衙里的死囚。张子庸，你不能乱说啊！你不能胡说八道啊！还有什么想法吗？王永奎，你我都是归民国政府管辖，是非曲直应该由上面来裁判，你自己没有私自审判的权利。别跟我提什么同一个政府，安福国会早就已经解散了。你们惋惜，就是因为没出息，所以才会吃败仗。张子庸，把你的枪拿出来！哎，我听说他之前一直很为难你，今天给你个机会，痛痛快快的处理。子庸，我以前是对你有不对的地方，可是看在以前你显小情面的份上，你不能杀我啊！子庸，跟了我这么久了，枪法怎么还退步了？哎，子庸，往这儿打。子庸，也可以打他这里。子庸，办正事从来没这么利索，臭便宜从来不拉空，无趣，无趣。司令，你慢点。司令，子庸哥，你看多热闹啊！沿着，沿着。哎呀，你开心一点嘛！沿着。哎，新来的上海话。沿着。小姐看看，新来的上海话。不要了，走吧。沿着。子庸哥，你是不是特别不想跟我待在一起？没有想不想，保护你是我的职责。那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冷漠嘛？你看，这是你从小长到大的地方，可是你却一点都不开心。哎，我们去那家看看吧。先走了啊。哎，到了到了。回去。哎呀，开心点嘛！哟，您好，您看有什么喜欢的？老板，那块表拿给我看一下。这块表3块大呀。我看看。你看这个表和你好搭呀。这是男表，和你不搭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还挺合适的。你看，多好看！老板，这表我要了，给钱吧。老板，要是我将您店里的茶全部买下的话，您看这价格能不能再低些啊？抱歉了，姑娘，小店的茶叶只零卖，就算你想全部都买走，那也得必须按零售的价呀。可您这零售的价格未免也太高了些吧？嗨，姑娘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
自从那马司令到了无县，就开始征收这税那税的。我要是不提高价格，恐怕连这店啊，都得赔进去。老板，话虽如此，但做生意讲究薄利多销嘛。你看，我是水墨茶行的人，以后咱们在生意上肯定还会有很多合作的。您看这价格，能不能再商量商量啊？对不住啊，真的没办法帮你啊。不是，你是子庸？程叔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我来给你送米了。哦，子庸，来，屋里边请。好，来。嚯，真是好酒啊！嘿，行啊，子庸。程叔，多吃点。哎，好。程叔，我敬你。哎，来。好酒啊！以前总是惦记着，却是喝不起呀。子庸，你小子老实告诉我，你这是在哪儿发了横财了？横财不至于，以后程叔想要喝这洋河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包在我身上。好，来，子庸。哎呀，好酒。我这次回来，听说了许多秋水的事情，我这心中五味杂陈呐。别提了，都怪我，秋水差一点活不下去了。你说这秋水，他现在这模样，这都是我这个当爹的害的呀。行了，程叔，今天我们不说这些。哎，今天我们就尽情吃，尽情喝。哎，好，我敬你。来。你的手好凉。现在还冷吗？我这是在做梦吗？对，你在梦里。那我就放心。
慢点，慢点。小心。子英啊，我要是早知道子英你混得这么好，就不该让秋水嫁入程家。你说我这坑女儿的爹呀！傅尚书进去吧。是。来，小心。秋水，我回来了。燕青，少爷，少爷你醒了。您昨晚受了风寒，昏睡了一夜。太好了，少爷，您头不烫了，精神也比昨天好多了。小姨娘呢？夫人出门了。这外面雨这么大，她去哪儿了？夫人说是去找大长老了。都是徒劳，大爷爷是不会借茶给我们的。我去找他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您自己腿还没好呢，还有心思关心别人。你懂什么？我怎么不懂啊？我懂少爷对夫人的感情。是谁？是大长老，我是秋水，您在吗？大长老，老爷，陈夫人求见。跟他说这几天我谁都不见。是。大长老，大长老说这几天不见人，你请回吧。我找大长老有急事，麻烦你去通传一下吧。大长老明确说过不见任何人，您别为难我了，还是回去吧。大长老，即墨急火攻心，又受了风寒，至今还卧床不起，难道你真的忍心吗？都是一家人，我不信您是真的不愿意见我，我就在这等您。你走。行，让他待着吧。老爷，程少爷昨日急火攻心，现在还卧病在床。让他进来吧。夫人啊，快请进来吧。大长老，即墨现在已经没有茶叶再继续维持下去了，还望大长老看在同是程家人的份上，借一批茶叶给我们，让即墨渡此难关。你自从进了程家以后，程家是灾祸不断呐。先是克死了东升，
让我们程家上下没了主心骨。现在景墨又霉运缠身，病卧在床，你是真够厉害的。看看程家现在啊，唉，散了，完了，毁喽！大长老，若是您怪我，心里能好受一些的话，那么今天我人来了，您打我、骂我都可以，我任您处罚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程家灾祸的根本是什么？是私心。先前的自在日子是程老爷辛辛苦苦扛下来的，这其中经历了多少磨难，现在想来都令人钦佩。当初谁也没有想过去替他分担，谁也没有能力去为他分担。那么现在困难来了，再没人愿意去扛了，问题就出现了。如今您现在把这一大盆脏水往我身上泼，我也认了。起码我没有在这种时候离开程家呀。难道我程家就此就毁了吗？程家怎么会就这么毁了？景墨研制的冰绿茶已经追回了大部分的订单和损失，可随后又被长辈们逐出程家。他为了将茶叶维系下去，他开茶行，甚至不惜当掉了自己最喜爱的文房笔墨和字画。他为了研究买卖，彻夜不眠。这些说出来您可能不相信，但这就是事实。我相信，只要有他在，程家绝对不会就这样散了的。三长老和东平二叔眼下是自顾自家，其他茶园都先后投靠了刘家。那么大长老您呢？您是愿意给景墨一次机会，还是就任由看着程家就这样散了呢？景墨是我程家最后的希望。春娇，在，让人把库房里所有的茶叶都给景墨送过去。是，老爷。谢谢大长老，景墨定不会辜负您的一片心意。等等，这个拿给他。我程庆生一生无后，今后程家全靠他了。我带景墨，谢谢大长老了。景墨，快躺下。你淋雨了。燕青，夫人，燕青扶您进屋换衣服吧。燕青，刚才就是一场误会。
我是什么样的为人，你应该清楚。少爷喜欢夫人，夫人你也应该清楚。我只是不希望你错意了那个拥抱。燕青不会误会什么，只是心疼少爷。少爷心里满满的都是夫人。夫人您呢？原来你什么都知道。燕青不是傻子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少爷陷进去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对不起。您哪怕给他一点点喜欢的感觉，您哪怕骗骗他，就偶尔那么一点点呢，也比一次次把他推开要好。少爷他有什么错？是夫人你嫁错了。少爷从头到尾想娶的就只有你一个人。少爷他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真的一点都没有感觉吗？可我又能怎么办啊？我若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那我为什么不离开？因为我放不下呀。我对程家，对你们，对景墨都有感情的。夫人，许是刚刚淋了雨，着凉了，才感觉身子重了些。怪我，我扶您进屋吧。夫人。
少爷，大长老让人送来一瓮姜母鸭汤，说是夫人淋了雨，让补补身子。夫人是因为信任少爷，才不顾自己向大长老借茶。大长老也是因为信任少爷，才把茶园的印章交给了少爷。少爷应该更加自信才对。好。我自己来。切！真是个大傻瓜。你干什么呀你？该我问你在这儿干嘛吧？这么晚了，你不回去，在这儿睡干什么呀？对啊，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，我在这守着你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我明日呢，要派梅师傅回茶房了。今天临走前，我要把账对清楚，不然我也不放心啊。好啊，那我明天陪你一块回茶房。我是觉得你说的对，咱们程家世代制茶，这制茶茶是根本，生意都是其次的。我想跟你一起回到最初的地方，去寻找答案。那好吧，不过你还是得回去睡，不然你在这儿我不方便。你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账房都被你霸占了。好香啊！夫人，这北山的土质和地形啊，都不如西山茶园。
再加上春茶的库存售罄，至于这批夏茶，难免口感上会差一些。这支茶的工艺本就繁琐，再加上这些原材料本就不是最好的。梅师傅，为难您了。不打紧的，夫人。我在制茶的技艺上想了些巧办法。梅师傅，还能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的茶叶别具一格呢？这是梅师傅最新研制出的金银花茶，你尝尝看。乔叔，你也尝尝。金银花茶。这茶怎么这么香啊？还有唇齿留香的回甘。这个是梅师傅想出来的，将那金银花和一品炒青一起熏制，既不破坏茶叶的清香，又能多出花朵的芬芳。梅师傅真不愧是茶界奇才，失败了好多次，才有了这一杯的香浓。乔叔，怎么样？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。我觉得这个金银花茶可以放到我们的茶行出售，这个口味女性顾客应该很喜欢。再尝尝啊。各位，今日我们水墨茶行将举办现场表演活动，同时我们还将举行花茶大促销，所有花茶一律5折优惠，并且赠送精美香囊1支，先到先得。此活动仅限1天，大家赶快来参与吧！现在，有请我们的花仙子闪亮登场。去啊！不行，这人太多了，我真的不行，我没有这种场合的经验。怎么，怯场了？人太多了。原来阮秋水也有怕的呀，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。如果真有仙子下凡的话，那你一定是那个混迹凡间，却被我一眼就识破的仙子。不要拍马屁，不正经。一个人有多不正经，就有多深情啊，那都是为了掩饰他的真心。那可是，万一我摔了怎么办啊？这怎么可能？有我程锦墨在，怎么会让你摔呢？快去吧，快！你啊，快去吧。夫人，可以的。好，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夫人，别忘了那句话。水墨花茶，甜若初恋的清香。夫人，小心！小心啊！
没事吧？今天品茶，我们一律都享受半折的优惠，希望大家不要错过。没事。哎，我刚刚表演的还可以吗？特别好。那就行。凡是今日购买我们水墨花茶的顾客，前100名送，后面的顾客偷偷享受半折的优惠，机不可失，不要错过了哟！不要错过！我来一盒。好，我来一盒。你一个小青年喝什么花茶呀？我想起了我的初恋。各位，各位都别挤啊！一个个来啊！大家都来啊！哎，大家别挤啊，一个一个来。拿好。大家排好队。都有啊。大家排好队。哎，你手怎么回事？没事儿。天哪，都这样了，怎么能叫没事儿呢？怎么弄的呀？我真没事儿。白天帮你绑那个铁环的时候，怕你受伤，就使了点劲儿，一不小心就勒了一下。真没事儿。我去给你拿药。不用了，大男人这点伤算什么呀？哎，你看，我这伤的还真妙，正好伤在我的感情线和婚姻线上。我看不懂掌纹这些。你看不懂，我教你看啊。你看啊，这个叫感情线。哎，我这感情线有好几根呢。那看来，你是个花心的人。变成现在这样，有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个好人了。他们那些个奸商，以前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，谁考虑过我们的日子啊？现在就是活该。周琛，如果你想要展翅高飞，就必须学会先带着脚铐跳舞。毕竟，天空有天空的游戏规则。还有哪些商行要收？还有几间赌坊，几个大烟馆，还有水墨茶行。泽荣哥，要不水墨茶行就算了吧，毕竟秋水收。不是，万一到时候人家求我们，那他就会来找我。